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嘅福建女呢個節目啊！今日大家都分享一件當每好嘅事情吼。大家有想過冇？對你台灣地圖啊，有當到嘅賞識，有一家嘅文化，一家嘅歷史，到一家嘅故事。不過可能你自己喺度嘅賞識地圖嘅原因都冇想按到哦，冇想到嘅只賞識可能有按樣嘅播種到地圖哦。到新竹呢是有一群嘅後生人哦，佢哋用佢自家嘅方式去，然後新竹保留佢哋嘅文化，佢哋嘅歷史，不很好多嘅人啲。你係乜嘅東西？有係用呢隻故事咧，先嚟看一短片，等下就好好嚟講。The sunshine is cold, the flowers dance along the river, the mountain is calling the stream, like jumping and swimming, dreaming, saying nothing words. Approaching the child, ignoring the crowd, I hear my heart beats. It's so real, yeah. Then the song, I saw it over the way, and maybe I'll be alone to be on the jungle stand. So you empty the roads, leading the craft fortune. 好，有請朋友嚟看呢條短片，大家是第號佢係撈一隻新竹動有關係一隻短片哦。先嚟歡迎今日來賓，而家來賓呢當後生學嘅張社妹，建築工作共同嘅創辦人吳景威，君威歡迎。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建育工作室共同創辦人君威。君威很年輕，對，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個短片，你可以簡單介紹一下嗎？就是其實剛剛那個短片啊，我們在一開始，他好像說，我們覺得這裡好像是一個留不住人的城市，但其實新竹它是北台灣最老的一個古城，可是呢，最近因為科學園區的關係，然後還有清交大以及總共在新竹有6所大學，是，所以很多人就是來到了新竹，其實覺得說，哎，我只是來念書、來工作，很多人沒有辦法跟這個城市產生一個真正的情感，然後有連接在這個城市裡面的感覺，對，那所以我們就用建育工作室開始，那建育就是看見地方的意思，然後想要讓更多人看見這個城市其實有很多美好的東西，那從認識開始，那進一步會有關心，然後就會有更多的行動在這裡發生改變。對，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哈。那像前譬如我們有想過冇，係講你讀一隻賞識，你讀該出省，你讀該大，你讀該台灣，係講你行擺去到外地去圖書嘅世界，然後外地做事嘅世界，因為你要轉移自家嘅家鄉，因為該隻家鄉對你來講可能有你生活的痕跡，對很多人來講。可是新竹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為什麼呢？我的心情是這樣，我的感覺是這樣。新竹的他提供，大家講到新竹，其實新竹也有很多的客家人哦。你講到新竹就會覺得說，哇，東西一定很好吃，因為它有很多特色美食。對，我們就說，那個地方是蠻有文化歷史的。可是沒有人會講說，我以後如果想移民，我要移居一個不同的城市，我要移居到新竹去住。
就是我要移居到那里去居住。就像君威讲的，可能大部分都改变原因是为了投诉来走谁。一段时间过后之后，他就离开了。对，他好像变成一个过客的一个地方。对，所以监狱工作室呢，就有一群年轻人呢，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团队也好，或是一个小小的组织，就希望让大家重新认识城市，重新建立跟这个城市的温度。对，所以其实一开始我要先问君威，就是说，其实现在你们有一个监狱角仔艇仔角，对，它是一个实体空间，对，所以它是你们找的一个老屋，然后建立的一个实体空间，对，所以现在这实体空间你们在里面做很多事哈，对，比如像什么样的？就是像是会在这边办很多不一样的讲座啊、工作坊。那其实我们会找这个老屋，也有很多的因缘在里面。我们的这个监狱厅阿卡，它在新竹的北门街上面。那北门街是一个非常老的商业大街，对，它在文化上、地理上有很重要的位置。像它以前是新竹有竹堑港，竹堑港的货物就会沿着这条街进来，然后这个商业大街的周遭。聚集了很多新竹的世家大族，所以它这条街道上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我们想要把新竹城的文化历史传达给大家，那我们觉得说，那在这里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对，所以就有一个这样的实体空间，可以在里面办展览啊，对不对？或是办活动，或是借由一个介质。对，然后大家可以去认识新竹，可是很有意思哦，君威不是新竹人，对，所以你是高雄人，对不对？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有一群年轻人，他对新竹有这样的一个感情跟这样的温度，然后呢，你一半年看到改新竹，到记得我驻地图看到改新竹很冇强容哎，你觉得我如果现在问，你觉得你眼中的新竹是怎么样的一个新竹？你觉得？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内敛的城市，它其实有很多很珍贵的东西，可是没有特别的去把它彰显出来，是不是连当地人有可能都不晓得？对，因为其实文化也好，或者是它的特色也好，或者是它在那边曾经遗留的一些历史故事或是痕迹，可能去新竹玩人都不知道，但是住在当地的人也许知道，或是也许不是这么清楚。对，所以你眼中的新竹可能有这么多的底蕴在里面，所以你们这一群年轻人决定要把它推广出去给大家认识。对，所以到目前为止多久了？我们去年3月开始这个工作室，开始这个实体空间。对，真的，你觉得你们在做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或是你在面对很多当地的居民或什么，你觉得新竹真正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新竹遇到的困难对，就是大家都很大家可能对于文化一开始的想象还是觉得文化是很高高在上在博物馆里面展示的东西。那所以有一些常民的生活记忆，他就觉得没有那么的有自信把它拿出来。但是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珍贵。而且有一些老店啊，它如果不这样继续传承，它很有可能就收起来了。对，那我们为了推广我们这个想法，我们把我们的杂志叫做贡丸堂。贡丸堂有2个意思，一个是贡丸是新竹很有名的一种小吃，真的去到新竹一定要吃新竹贡丸。对。然后第2个呢，我们觉得文化是跟生活紧紧相牵在一起的，不一定要放在博物馆啊，好像冷冰冰很有距离这样。那我们觉得贡丸汤它就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东西，可是它可以温暖你。对，我们觉得文化就是这种东西。是因为其实我们说到文化，台大文讲文法系嘛改，东英文讲哈卡文法系嘛改。那说到文化，其实很多个不同的表象，很多不同的东西可以来表现出文化。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你生活经验的累积。对，你在那里吃的东西，你在那里生活的痕迹，你在那里生活的方式。你为什么这样子活着？那样的一个方式跟那样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表现嘛。对，所以其实，在监狱工作室这边，你们会有不同的主题导览，是不是？
哦，是，比如什么？比如像是我们最近要做一个中药的小旅行哦那中药这件事有什么有趣的呢？就是我们一开始会想要做这个小旅行，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北门街上面有好多中药行，而且有的是100年以上的中药行，传承了好几代这样。对，那我们就发现说，中药行他们告诉我们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就是以前人们在医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会去那个庙里求药签。现在应该还是会，对不对？但是以前那是一个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对，然后求药签不只是就是那边就是卜杯啊，然后说我生了什么病，然后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药签我去包这个药而已。最特别的事情是，在周边的这些药房啊，它里面都有就是真正懂就是这些医学的人在里面，然后他会对你就是在最后把关一次。好有意思哦。对，其实像这样的故事，君威你以前应该也不知道。对，以前可能真的是听说，对，那我们就是真正在采访里面，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找出来。对，是，其实佢讲嘅係從呢啲挑白嘅房面嘅路店啊、種路店吼，其實挑白嘅影響這邊有可能啲挑白要建立講，個對東都嘅後生嘅嚟講，佢哋可能係第一擺堂到嚟，第一擺正式建立，佢先做是有按有意思嘅提供那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讓繼續來分享，還有乜嘅故事？地方嘅都是冲突，來來去去，如清華大學嘅學生啊，整個建築工作室團隊就開始啲嘅錢，可能連新主人都唔是組織個嘅新主，還用共染桶來按名發行財體雜誌。東門市場，我覺得算是就是新竹整個發展的縮影吧。就是它其實在日治時期的時候是非常非常繁榮的一個大的市場，那其實也是以前的商業中心。東門市場是做東河嘅工業，雖然名下依度攤呢都冇做生意的，佢哋新竹嘅發展歷史紅，還係到處繞街。就是它不只是一個被淘汰的商業模式而已，它其實還有很多寶藏在裡面，讓大家帶着我們的貢丸湯來到東門市場的時候，不只是買東西而已，它是知道這些店的故事，然後會願意跟老闆聊聊天，聊聊說這邊的發展。盧市聰也有新年份，也是2年就對後生嘅藝術團體落隊，今日看到新嘅機會。好，大家今日看到嘅短嘅短片，其實係紹介幾多嘅工作室，然後幾多嘅一隻新出嘅雜誌。貢丸湯、貢染桶哈，我再一次的強調哈，大家去到新竹一定要吃一碗貢丸湯，因為這是真的。因為係講大家有好習貢染，會發現新竹的貢丸真的非常非常有彈性。你知道多有彈性呢？在貢染那裡丟在那個桌上，它真的是會彈起來。對，以前我們介紹過一個，就是在新竹做貢丸的老師傅，因為那個貢丸，它的意思是，它真的是手打。他去手打那个肉，然后打，他真的就是每一顆都是用他自己的手的力量去打出来的，然后那个做成的贡丸就非常非常的 Q， 然后很有弹性。对我讲这个故事是要表达什么呢？就是说，事实上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东西，你认真去认识的时候，它背后都有不同的意涵跟不同的故事跟深度在里面。在刚才看到那个短片，其实看到就是他们的老街。对，然后也看到你们在对那边事情的一些陈述也好，故事也好，对，所以其实今天呢，Guido 又出一本嘅插旗案的貢染桶貢丸湯雜誌，其實這雜誌裡面有很多故事哎，對，你們已經出第幾刊了？這是第7刊。第7刊，每一期刊都有不同的主題，對，然後你們的主題就是挖掘在地的故事，會不會擔心很快就沒有故事了？对，我们之前就是很多人都问我们说，新竹这么小，你们会不会写一下子就没有了？是。可是这样经过，我们也1年多，我们发现我们还有好多故事没有写，而且很期待下一刊赶快来临，对不对？因为感觉很多东西要分享。回到上一段的主题，比如说刚才你讲的中药店，其实像那个主题那个导览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想现在很多改后上你可能都不知道中药店长怎样，对，因为像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爸爸带我去中药店。我就知道它一格一格的，然后还有那个味道。但现在大家都已经不去中药店，或是你不知道，都忘记它长怎样了。对，然后在里面的老师傅或老医生，事实上是很有他们自己的
一套在里面。对，那我们来介绍一下，那这一期的贡丸汤有什么特别的主题吗？这一期就是叫做到城里看戏，然后为什么要到城里看戏呢？我们发现说，我们所在的那个工作室的周遭啊，以前有好几家电影院，然后虽然现在都没有了，可是我们就是去挖掘之后发现，原来以前就是大家就是想要放松啊、休闲一下的时候，就会到城里去欣赏一些不同的表演，然后有的是电影啊，然后有的是叫新剧，有点像现在的舞台剧。对，然后有是歌戏，然后有的是就是去庙口听北管的表演，对，所以这就是你们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对不对？对，就是他们老新竹人，或是新竹人的娱乐场所，对，你自己去接触这样的主题，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看到那些电影看板以前，那真的是现在我们现在都是到什么？你知道很大的电影院，华纳威秀啊，对不对？那完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对，就是我会有采访的时候，有很多的惊奇的故事。像我在采访这一刊哦，里面有一个叫做魏荣新老师，然后他以前是画新竹的电影看板的。那他从就是刚退伍当一个小学徒，就是从没有了薪水啊，只就是从小学徒当起，然后到最后几乎画了新竹的，就是大部分电影公司的电影看板。对，那他现在已经70几岁了，他还继续创作。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吗？说来听听。他以前就是画电影看板，电影看板都好大一幅。对，那他现在就是他无师自通，他学了3D 立体绘画。这么厉害，对，这么厉害，他自己有兴趣，对，他就说，我在家就无聊就画一下，然后就揣摩出来了，对，我在访问魏老师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们分享，就是说你想想看，他70几岁，他那个时候画了这么多的这个电影看板，他应该也看见了这些电影的兴衰，对他应该是很有感触的，对不对？对啊，所以他其实应该会跟你们分享说，那个时候我们在画电影看板的时候，拜托有这么多的故事，真的很不一样。我觉得这其实台大口内有熊狗嘛，其实画电影看板也是以前的老行业，对，但这个行业也有可能已经慢慢消失了。就是随着开始有输出这个技术之后，就比较少人就是还用人工画电影看板。对。可是我觉得我采访魏老师最珍贵的事情，就是我看到，他虽然就是有点年纪，然后比较辛苦，可是他还在做创新。是。那我就发现说，这个城市也是一样，其实各个角落还有各种人在尝试不一样的事情。对，而且在这个刊物里面，记得2张页出来，公然通改插曲地图，其实带讲安用改谁故事？可能这个月主题就比如说老新竹人的娱乐场所，但是你们还是会找在地的人物故事，是不是？对，比如说像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这一次的就是在地的人物故事，采访了一个竹堑威灵武术队。武术队，对，哇哦，然后就是真的超可爱的，就是以前人他们在农闲时期会一起练一些武术，就是强健身体，对，然后在庙会的时候也出来做表演，没错。那我们现在的生活形态比较难有这件事情发生，可是还是有很多人想要把这个传统的技艺就是保留下来、传承下来。那新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武术队，还继续在耕耘。那我们采访到，就是还有国小1年级的小朋友，然后也在那边就是学武术，然后真的很可爱，就是他们就是甚至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国小的小朋友，就是还会耍枪啊、矛啊、那个关刀，对，就是觉得说，好感动哦，原来就是不只有我们就是想要挖掘一些老的故事，还有很多人就是他开始试着去学一些老的东西。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一定有改资料被发现，就是说你们做了这样的事情，比如说现在讲的是这个一些小故事，那么在上一段提到我们有一些主题的导览，比如像中药店，其实你们不定期会举办这样的一个导览，或是说不同的主题导览，对，然后是大家自己自动报名参加吗？对啊，对，然后就真的有人会报名，对，报名的人其实有外地的人，但是也有当地的人，所以当地人报名，然后你们就带导览这样子，对。你们就真的就是像导览员这样带着他们去认识新竹。对啊，其实我们之前很惊讶，就是有一次，那时候我们
就是有一些宣传管道可能都比较偏向，就是在大学里面，我们以为来的会是很多学生，可是来了好多就是竹科的小家庭，然后他们说就是平常工作的时候很累，然后其实一直想要来认识新竹，对，可是之前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对，那也就是借由这些人的分享，让我们更确定说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对大家就是有一些帮忙。好好，那你这样带你自己有带过导览？对，有，对不对？所以对你来说，你在这么多的主题导览当中，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最深刻，或是因为带了导览，你反而对什么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惊喜的东西？我觉得最特别就是我们在带小朋友的导览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去设计一些小游戏，让他们更认识这些古迹。哎，你们真的很用心哎，这让我感觉好像快要跟夏令营一样，有没有？大哥哥大姐姐还要带一些小游戏这样子。对，我们就是想想看，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些导览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想说，哎，我们小时候参加的活动是怎样，然后有哪一些事情就是可以再加上去的，会让他们就是因为小时候曾经参观了一个古迹，在这个古迹里面跟朋友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啊，他们合作闯关了什么？对，那之后长大对这里更有一个感情。对，那像我们在我们新竹有一个东门城，它是清代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城门。那我们设计的活动就是小朋友必须要不用尺，然后量出那个城门的深度是什么。哇！那他们就会就是手牵着手串起来，就是量量看。对，我们在不同的古迹里面会设计不一样的关卡，好有意思哦。所以小朋友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是借由这个游戏的方式，他重新认识了那样的一个历史跟那样的文化，对不对？很有意思哎。其实等下台大走的看到盖相片哈，是小朋友们参加那个导览活动留下来的这个照片，对不对？他们应该很开心哦，好像很喜欢的样子。对，所以其实你们在做这样的一个主题导览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大朋友也很喜欢参加，小朋友也很喜欢参加。对，而且有时候最后可能变成家庭一起组队参加，这样子是有可能的哈。乡亲朋友哈，其实也是一群后生年记得用这个七卡嘅方式读庆祝两片的，希望用安用比如讲好法同嘅方式，就係好定情嘅方式嚟，本大家來充信認識慶祝兩隻地方哦。還有乜嘅神奇嘅小故事，就嚟到大家嚟分享嚟聊下，等下就上來。今日東方伊做咧繞牆到軍威咧到兩片，然後大家都分享哈，去到新竹圖書哦，聊下到新竹剩飯，然後觀察到的故事，然後發現到的秘密。然後呢，用年輕人的一個方式呢，然後讓大家講，不論你係帶到新竹感應，然後你係係新竹感應，希望因為借由這樣的一個分享，大家更認識新竹。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其實不只是認識新竹，應該是說告訴大家，在台灣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城市，對，像現在台南也非常的努力在做他們自己的，比如說文化重建也好，或者是藝術分享。那麼其實像之前呢，鄉親朋友又分享過度中拉寮在地方，在中壢這個地方，其實他們也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老區域，也是希望借由不同的藝術展覽，讓大家重新認識那裡面的老手藝也好啦，或者是曾經或是快要消失的一些記憶，這樣。所以其實新竹也是。那我覺得我們應該重新認識之後，我就要重新喜歡跟愛上自己居住的城市。對，好，所以其實剛才講到安永改超級熊黑公然通地圖，每個月都有不同的主題。那剛才君會特別分享，其實這邊有一個特別有趣的主題，叫做閉上眼睛的路上觀察。這也太難了吧！就是有一件事情叫做路上觀察，然後觀察什麼呢？然後為什麼要觀察？我們就是其實發現說，很多人覺得，就是可能不是新竹啊，就是會很容易的覺得，好無聊哦，就是我生活的地方沒有什麼有趣的。對。那我們就有一個專欄，然後告訴大家說，你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式發現城市裡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對對，所以其實就是
对，就是像第一刊，我们就请大家说，哎，你走在路上啊，你看到哪些东西是你可以在深入去想一想它后面发生过什么事的，像是你看到有一些斑驳的老招牌啊，它上面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字体，可能不是我们现在电脑歌字输出的这种，可能是新细明体啊，比较一般的这种比较不太一样的，例如用手绘的这种看板，你就可以发现说，哎，那这个店应该是有一点年纪了，那后面应该有很多故事。那有时候走在路上会看到墙面有一些弹孔痕迹，那它其实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很惊悚，是不是发生什么黑道枪战？其实不一定哦，因为像台湾以前在2战的时候曾经被轰炸，那你看到这样，你就会知道说，哎，原来这个区域的建筑非常的老。对，那这一刊我们讲的是闭上眼睛可以怎么样路上观察，就是闭上眼睛，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听到不同的声音。哇哦，很有趣哎。那考试一下好了，那你闭上眼睛的路上观察，你有听到什么？在新竹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你闭上眼睛啊，你的感官会特别的敏锐。是，就是我这一次就是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发现我之前就是走在城隍庙里面，就只有听到就是人声嘈杂，在买小吃的声音。然后我这一次就是特别发现，原来就是肉圆那个炸的时候有那个滋滋声。我觉得很有趣哦，人的五感就是这个样子。对，那当你其中一个感知关起来的时候，另外一个会变得更加的细腻跟敏感，好有趣。其实我觉得除了闭上眼睛路上观察，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其实你生活周遭的很多的每天经过你身边的东西，都有可能有可以观察的地方，或是很有故事的东西存在。对，所以我们每一刊就是告诉大家有不同的路上观察的方法。像我刚刚讲那些看路上的老屋啊，有什么蛛丝马迹。那我们也做过一刊，就是请大家抬头看，抬头看可以看到城市里的天际线，然后例如说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违章建筑长出来啊，或者是说我们也做过，就是低头看城市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对，就是像我们发现说，哎，不同公司的水沟盖就是还长得不一样。是，对，可能就是很多观众朋友其实平常没有注意到，但是走在路上特别去观察这些事情，其实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而且我觉得也让生活变得不一样。对，因为有时候现在尤其在新竹，你像很多园区的人，其实工作非常非常忙碌。对，然后呢，大家就会想说，哎，我们应该要有的生活长怎样，或是我们应该要有的生活品质长怎么样？可是，在追求这样子好像应该要有的生活方式跟生活品质的时候，你反而忘记了，其实，在我们的常民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小地方，你只要稍微静下心来感受一下，你就会知道它中间很微妙或是很奇妙的地方哈。对，那么。这个刊物其实我知道发展到现在，感觉上是越来越多东西可以分享了，然后越来越有趣了。而且其实这样的刊物通路，一般来说，老实说，在认识建狱之前，我还不知道有一本拱燃痛的杂志。对，所以像这样子的通路，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可以拿到这样的杂志？而且听说你们这个杂志其实在日本或是像香港是可以看见的。对。其实就是我们在台湾，就是刚好有跟友善书业合作出版合作社，就是做结合。那他们就是收集了台湾很多有意思的独立书店，对，那或是咖啡店，他们就是那协助我们铺货到这些很有意思的台湾各个地方的通路来做贩售。那另外其实在网络上做诚品书店跟博客来网络书店都很容易买得到。对，那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发现，就是家乡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例如说街角的一些小书店啊，尤其是现在其实，在出版业就是书店其实也都没有那么就是容易的状况下，其实很鼓励大家去这些小书店做购买。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哎，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说，我觉得人类的生活方式仅是被10年你科技กับ法台有改变，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什么东西都电子化了。对，然后你每天就低头滑手机。如果你有凑共差，还讲凑抢人，赌
湘西地图哈，安美公种哈，读湘西地图哦，你躲在岔向地图，你观察一下，没有人的头是抬起来的，每个人都是低头族，全部都在滑手机。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方式跟生活习惯的改变。可是我们就会忘记那个小书店的温馨，对，跟那个小书店的温暖哦，对。而且有时候在小书店里面，你找到有趣的书，我觉得要去重新回味一下阅读文字的感觉。真的，我自己的感受就很深。以前和台上改世界，还在念书的时候，觉得看文字是一件很习惯的事情，现在会没耐心。我说我啦，对，现在看文字会觉得好没有耐心，想要快一点。很快就要得到一个资讯，可是我觉得我们良好的课习慢慢的联系，重新回归到以前阅读文字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其实像我们在日本的通路啊，也是像这样的小书店，就是这种小书店，它可能就是它的店主有一些自己想要推广的理念，所以才开了这样的一家书店。对，那有的店主他觉得说，哎，这样发掘地方文化的这件事情，他觉得很有趣，然后就像我们就是询问，然后订购。对，好有意思哦。我觉得像港国俩拱然同慢慢黑讲东西，本起来读用东西，就感觉上可以慢慢开拓更多的人来认识新竹这个地方。也是新竹聊到提供改故事，你们这样做了，其实从去年度聊哈，很多居民都会给你们不错的回馈吼。其实从一开始大家觉得，为什么这里开了一个店，可是好像不是咖啡店，好像他们觉得很奇怪这样。但后来就是透过持续的交流啊、观察，那我们现在也开始跟街上的一些店做合作，像刚刚讲的那个中药的小导览，对，就是也是跟我们在同一条街上的商家去合作。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对，你想想看，它本来只是一个100年的中药店，或是很有历史的中药店，我就静静的待在那儿。我是一个中药店，但现在会有人来参观，然后会有人来认识，然后重新建立不同的关系。对，这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概念哦，对，这是一个重新，我觉得是让它重新运转的感觉。对，所以这是一个居民给你们很大的一个回馈，对不对？就是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找故事，然后其实我们也希望把我们这些故事啊，透过不同的手法，就是可能也是我们比较擅长，例如说刊物啊，办一些活动啊，导览啊。导览有时候不小心会变成像小旅行的感觉，对，然后让更多人再重新就是来发现他们的故事，对，太棒了。总算鼓励一下，又跟和尚你读信主走安用盖事情哦，很有意思哎。今天访问君威哈，让大家都打嘴鼓来分享安用盖故事。你大家有君威安用盖少盖，还没对信做点提供。更有兴趣了一点点，或是引发了一点点好奇心，甚至重新去想象自己生活的城市跟自己生活的土地有什么有趣跟美好的地方。我觉得赶快去累积你跟那一块土地的生活的痕迹是很重要的哈。好，非常感谢金副总师母君威，谢谢，谢谢。好，乡亲朋友哈，还上音的有梦想哦，走动都的事情，多多不记得记起。好，聊一下，等下是天然认同线上的走认同了。